继续来看台北市大直街人家厝崩塌，今仔日进行第一阶段的拆除工程，都惊阁影响到附近的民体，所以事前已经加强稳定地基，使用钢索来固定建物。4楼、5楼是用大钢架慢慢甲泰路甲压落来，啊2楼甲3楼则用卡的方式来拆除，希望伫10天内完成作业。台北市政府这礼拜四，嘛针对拆除的25间的住户来举办说明会，由住户家己来选择，看是要甲基泰公司来合建，或者是要公办途径。怪手甲厝拆掉，大直徛过潭岛的事件发生超过2礼拜，今日总算进行拆掉作业。厝边头尾人拢真要紧，唔知厝会阁继续落入去无。附近的民众拢足惊，阁受到风台尾。我们这里就会有造成那个龟裂啦，还有那个地下室的前阳台就有出水。不知道当初他们这些工地在施工的时候，地基的损坏的程度，其实我觉得这一整区都算是受灾户啦。就是烦恼拆除作业出代志，北市府要求基泰拢要加注意，地书拆掉时间搁为后壁前，必须先管阿蒙头菜地起，确保厝袂搁为头前起，嘛用大钢架为厝尾顶拆落来。敢有含别个厝的交界所在，利用人工破碎方式进行，北市府预计10天内地拆完。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上面的状况。那这几天你也可以去住这个就近的饭店。那原则上的时间是到10月11号。那25号受灾后，厝拆完都要决定收入来多轻，要交予基泰，或者是北市府公办。28号地召开说明会。不过，基泰公司昨半暝形象发布动信，旗下2间子公司会被持达超过100多亿的基泰中号大楼，嘛无讲是安怎要赔，难免互受灾户烦恼，公司财务状况敢是受到冲击。法院是因他们所有的评估，他们认为他们的资产还是大于负债，所以可以支应这一个所有的赔偿。大直徛家倒去，基泰公司则强调绝对袂闪撇相关责任。公司的财务状况嘛，正做外界关注的焦点。毕竟个受灾户是有路无厝，等咧求偿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